喂，唔該，要份常餐 A，凍奶茶少甜，又係咁多謝。喂，我老細真係好嬲我唔夠，成日喺度搞啲屎忽嘢，真係做都阻撚住晒。屌！唉，成日瞓翻去點撚算？瞓撚晒。放工落酒吧，放假就蒲 club， 喺度飲悶酒，都唔知為乜。香港打工仔需要啲發泄，進入舞池裏，將自己問醉。放工落酒吧，放假就蒲 club， 喺度飲悶酒，都唔知為乜。香港打工仔需要啲發泄，進入舞池裏，將自己問醉。老細換幾手都係做到冇氣頭，飯盒扒兩啖又要繼續做隻狗。身處社會就係企喺一條十字路口，分唔清邊個係隊友邊個係對手，唔識點分辨所以決定隨波逐流，最後先發現所有嘅明爭暗鬥。有人做實事，有人玩辦公室政治，你睇唔清局勢就一定好閉翳。幾多人浮浮沉沉數十載，為咗安慰唔求名利，諗住買樓買地，點解都輸到一敗塗地？因為兢兢業業係敵唔過啲屎忽鬼絕亂嘅戲，用美食堆砌嘅錢，未時間差唔多，整間好力嘅站衣，俾人話係牆頭草，食埋最後一啖煙。明明咁努力咁小心翼翼都係俾人丙，咁就不如準時唔見人影。放工落酒吧，放假就蒲 club， 喺度飲悶酒，都唔知為乜。香港打工仔需要啲發泄，進入舞池裏，將自己問醉。放工落酒吧，放假就蒲 club， 喺度飲悶酒，都唔知為乜。香港打工仔需要啲發泄，進入舞池裏，將自己問醉。繼續去追夢，繼續去求知，返工時光作虛度，冇心機留意。啲人話香港人奉行娛樂至死，但計我話唔放鬆下嘅話，新聞頭版會見到自己唔小心殺咗個老細，解放咗班奴隸，咁樣坐翻20K碌都幾撚無謂。所以對返工表現冇乜要求，甚至我冇福銷售，我只需要高低同埋焦油。Podcast 同 VSOP， 收工我去邊全公司都知，幻想香港流行都市病有冇得醫，放縱自己當食咗維他命 C， 玩到通頂，聽日返工就好眼瞓，不過唔會影響工作表現，唔需要太擔心，調整好心情繼續返工冇困難，不過要有着跌入呢個死循環。放工落酒吧，放假就蒲 club， 喺度飲悶酒，都唔知為乜。香港打工仔需要啲發泄，進入舞池裏，將自己問醉。放工落酒吧，放假就蒲 club， 喺度飲悶酒，都唔知為乜。香港打工仔需要啲發泄，進入舞池裏，將自己問醉。